那有滑走开关没有？啊，这广告呢？跑出广告来了。可以这样啊。离线的时候可以用内建的，就是从网络下载的朗读软体或 T2S 的软体的那个引擎，你看文字转语音引擎，语音播放日本语语音播放假名，语音播放中文解释，线网络语音，不错耶。水平線、水准线地平线。水平、水准水位。水墨画、墨汁画。水墨画。云端单字本中日文翻译。还有笔记超连记啊。
闽南语的，你看，喜喜，金能沙喜是闽南语的音。唐朝，日本的僧人空海学唐朝的语言，学唐朝的中文的草书做平假名。吉备真备是留学生还是？吉备真备是官员吧？学那个汉字的偏旁，用汉字的偏旁部做片假名。这个是平假名哦，但是那个你看那个士那个字就是西，那是台语啊，闽南语。唐朝的首都长安，那个唐朝的时候的中国人讲的是闽南语的。武则天的时候定都在洛阳，你看，唐朝的人是讲台语的闽南语。现在我们说的闽南语，西啊，你看是西。你看你 A 是 U， 呀 U 呀 U。鸡，你看那个字叫鸡，就是闽南语的音嘛，你看，鸡就是接近那个鸡，闽南语的音嘛。加，你看加嘎 K 嘎 K， 加闽南语嘎，你看日文的 K， 对啊，也有念作嘎啊，念作 K 啊，K 啊 K， 你看闽南语，而且是读音，白话音哦，白话音。是嘛是读白话音，加嘛是白话音，闽南语的白话音。七夕，你看七夕，那个是啊，闽南语七夕，你看日文的夕。老师的书，你看西，老书西，多了，你看多，度，你看多两点多，你看那个闽南语的音嘛，多。乙呀，你看意思的乙，吼，你看头，吼，你看头，闽南语的吼，狗，你看狗是狗，到头。
你看未的未呀，未来的未，你看那个咪音相近嘛。离呀，你看离音波气细，你看细那个音也是台语啊，台语啊，闽南语的姓氏那个西也是气。你看那个气啊，元气、空气、气，你看气，闽南语的音呢。没啊，密呀，铅笔呢？密接近嘛。雨雾哦，雾哦，微苦苦，闽南语苦，你看日文苦。西瓜诗歌的诗，闽南语西。西可卡，音很接近的。费用的费息，音很接近嘛。波，你看布两点布，闽南语波，你看那个日文的布两点布。